甲这伟文教授，阮是安尼，伊少年的，阮老的吼，两个合起来安尼吼，强强滚啊，互咱台语文吼，虽然讲受遐济压力吼，但是阮要大家拢要去坚持啦吼。讲若无坚持，就前功尽弃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吼。因为咱即个输入法吼，即个输入因为即摆是电脑的时代吼，是网络的时代，然后靠电脑嘛吼。我讲一个语言嘛无电脑的输入法，迄要活足困难的啦吼。所以我为踏入台语了后，开始就迄个以前上去做学习，咱即个老前辈拢捌用到学习吼。了后伊就讲无去。了后就讲我去找人创一个叫轻松，轻松甲拍单字尔，一字尔吼。了后就使拍2字以上，缩写是毋叫做介轻松吼。就迄个雅虎伊嘛感觉讲，人拢有输入法，我雅虎我嘛要有输入法，所以算一个亚轻松吼。即摆面顶讲了有啊，亚轻松，你好打输入法内底有一个叫做亚轻松吼。最后先感觉讲以前拢是爱活人的嘛吼，所以家己要发挥无落来，所以一寡即个优势就感觉讲，咱来创一个咱家己的输入法吼，一拍即合，开始就创一个新闻台语客语输入法啦吼，一直发展到2.1控的款啦吼，有滴用的请举手，好啊，袂少啦吼，真好嘿。即个用的中间，大家就感觉也是有一寡问题啦吼，即个咧有数量好使吼，也感觉袂真紧张，就是讲会使变数啊，即马是变数啊吼，即马这3.08吼，互你有影，以前的轻松到尾啊，我毋知要安怎啥物轻松才好，结果是叫信望的啦吼，有信心，有愿望，阁有贴心啦吼，贴咱台湾，贴咱的母语吼，这是真感谢的所在。